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这是婚林岛南的旧社里。这个树梁是用青仔树类雕塑的，因为造型特殊，已经是地方出名的地标。啊，这个社区阁邀请到彩绘老师，把这个树梁甲画里的壁顶来加强在地特色。岛南镇旧社里有一只用青仔来做的树梁，造型真特别。地主因为本身对艺术真有兴趣。 加上早期伊的旧厝无红木头，若是落大雨，水土就会流失，所以伊就开始家己研究实物，然后伫门口打造一个花园。种一丛宝藏，往左右两边延伸，爱大头头大头扭。伊用迄款来做沿线吼，迄个人迄款咧雕，迄个花园的迄款艺术品吼，迄款来做盆栽，爱大头扭。 希望说我们沈老先生哈，他的精神哈，我们要来追随他。所以在社区发展协会这一边，然后我把他所有的一个景象造景，我把它呈现在我们这幅墙壁上。花灯协会嘛，将这只青仔龙变做彩绘画伫壁顶，嘛结合真济在地特色的彩绘。未来若有经过岛南镇，嘛会使来遮看龙、看彩绘，放松心情。